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耶利米书23章第1节到15节，希伯来书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正义之王。上个礼拜天的信息提到了人人皆祭司的议题。我们谈到在翻译上的错误以外，还提到了撒冷王和耶稣基督救恩的独特性。圣经告诉麦基洗德是撒冷王，也称为平安王。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，他与一般祭司不同，他受呼召。麦基洗德本身的名字其实就是正义，因而我们也称他为正义之王。耶利米书23章第1节到15节记载了犹大国的人在生活上他们偏离了正道，滥用权力。圣经说，论到那些先知，我心在我里面忧伤，我的骨头全都发战。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，我像醉酒的人，像被酒所胜的人。全地满了犯奸淫的人，因妄自赌咒，地就悲哀，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。他们所行的道是邪恶的，他们的权力是用得不对，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。就是在我殿中，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此他们的道路就必像黑暗中的华地，他们必被追赶，扑倒在其上，因为他们受罚之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经看见狂妄的事，他们借巴力说预言，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迷了路。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经看见恐怖的事，他们犯奸淫，行虚谎，又坚固恶人的手，无人回转离开自己的恶行。他们在我面前都像所多玛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就像俄摩拉。因此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，看啊，我必使他们吃阴沉，喝苦水，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，遍及各地。偏离主道，行为不正，就是背离上帝，得罪上帝，就会得到惩罚。基督徒的生命必须要行在光明中，判断正义，不能违背上帝。希伯来书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这样说。这麦基洗德是撒冷王，也是至高上帝的祭司。在亚伯拉罕杀了诸王，从战争回来的时，麦基洗德去迎接他，并给他祝福。亚伯拉罕把自己所得的都拿1/10给他。麦基洗德的名字的意思是正义的王，有因为他是撒冷王，他的名字也有和平的王的意思。麦基洗德没有父亲，
没有母亲，没有身世族谱，也没有生死的记录。他跟上帝的儿子相似，永远做祭司。你们想一想，他是多么伟大呀！族长亚伯拉罕所有的战利品的1/10都给了他。那一些做祭司的利未子孙是按照法律的规定，向以色列人民，就是他们自己的同胞，收取1/10。虽然他们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可是麦基洗德不属于利未的世系，他却从亚伯拉罕收取1/10，并且为那领受上帝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，给人家祝福的比那受祝福的人大，这是无可怀疑的。就祭司们来说，他们是收取1/10的人，是必死的；但是麦基洗德来说，他是收取1/10，却是活着的。更如圣经所说的一样，因此当亚伯拉罕缴纳1/10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说利未也缴1/10。其实麦基洗德迎见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利未还没有出生，可是我们可以说他已经在祖先亚伯拉罕的身体里面。耶稣基督就如同麦基洗德一样，他是至高上帝的大祭司，他是公义，是和平，他的献祭一次就成就。而领受他救恩的人就要追求公义，跟随正义之王，成为正义之子。诗篇126篇，当耶和华使西安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那时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。那时列国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尼哥夫的河水复流。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比欢呼的带禾捆回来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主的典范，跟随他的公义，让我们能够坚持走在正道上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